大家好啊，我係 KGI 學機嘅 Tommy。咁喺上個星期五1月23號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就宣布正式解散國會喎。咁咧將喺大選咧定喺2月8號進行嘅。咁高市今次咧提前大選咧，戰略目標咧係好清晰嘅，就係想趁住咧佢哋嘅內閣支持度極高啦，就係打破目前咧執政黨咧係稍微過半數嘅尷尬嘅局面。咁只要成功啦，擴大自民黨啦同埋維新會嘅席位啦，咁喺高市咧就會能夠去除到咧喺國會咧嘅阻力，咁全面推動咧佢個大規模財政擴張嘅 policy 啦。咁點解市場咁關注呢一個選舉咧？咁關鍵咧就在於喺內需兩個字喎。咁雖然日本咧個消費咧係有所改善啦，咁過去呢幾年都係做得唔錯，咁但係咧個動力咧始終都未夠，都未能夠 drive 啦成個 GDP 咧上去喎。咁為咗應對今次嘅通脹啦，咁高市咧就製出咗咧一張好關鍵嘅大牌咯，就係咧停止食品嘅徵收稅。咁呢個招式咧就唔單止咧係能夠直接減輕到市民個負擔啦，咁連在野黨咧都話咧會有所跟進，咁佢哋都好似幾睇好呢一個 policy。咁呢個現象亦都反映咗啦，其實無論咧個結果會係點樣咧，其實透過減稅去提振消費咧，呢個已經係政壇咧在野黨啊同埋咧執政黨嘅共識嚟嘅喎。咁對零售啦同埋內需板塊咧都係個正面嘅信號。咁再睇翻 market 嘅點樣睇件事啊？咁高市上台初期咧，就因為中日咧嗰個惡性嗰個交互咧，就會令到咧中國咧係實行個一系列嘅經濟嘅限制啊、制裁嘅措施啦。咁令到咧市場咧一度咧係下調咗咧2026年咧日股咧嗰個盈利預測嘅。不過咧隨着咧高市咧就高調咧就宣布咗一個財政嘅刺激措施啊，咁加上咧市場預期咧喺大選之後咧政局咧係會有所穩定啦，咁嗰個日股嘅盈利前景咧其實已經咧係逐漸係改善啦，翻緊去咧之前咧嗰個狀況喎。咁雖然選前咧短期咧都係會有所波動㗎，咁但係咧外資持續流入嘅加持底下咧，其實選後咧日股咧其實我哋都係幾睇好嘅。咁總括嚟講咧，2月8號咧就係大選咧就會影響啦嚟緊咧日本財政狀況嘅財政政策啊嗰個走向會係點樣嘅。咁投資者其實都係需要留意翻大選嘅結果係點樣咧，成功與否咧都可以去部署翻啦一個內需板塊，日本內需板塊嘅股票啊或者 ETF 嘅作為一個長線嘅投資方向嘅。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